火车，高铁火车，画面正前方寒山寺啊，寒山寺台湾也有寒山寺啊。台南后必兴港东，大陆的寒山寺在江苏苏州啊。张继峰桥一破，黑罗乌啼雨霜满天啊。江枫渔火对愁眠啊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人家有那个口语音啊，好像有点押韵啊。那个黑云啊，赶快啊！那个位置是新营啊。你看这个亚铁栏杆围起来的，这台糖的土地要卖或者要租啊，要买要租啊，去新营糖厂那边哦，它比较里面一点那个大楼，找看看3楼资材室，资讯科电脑资讯科的材料的材资材室，田3子申请。